友今日就會整芝士蛋糕，要嘅材料就係無鹽牛油啦，20g， 糖12g， 兩隻蛋黃2隻 ，OK 記得。淡忌廉60g， 忌廉芝士100g， 糖22g， 蛋白2個，同埋麵粉。咩麵粉都可以，15g。嗱，我而家就落咗2隻蛋啦，12g 嘅糖啦，同埋你要落2次3次嘅忌廉芝士。而家就慢慢咁攪。嗱，而家咧就攪完，跟住再落咗2次嗰個忌廉芝士啦。我哋就要落牛油，我哋已經落咗啦，所以而家就攪勻佢啦。我頭先就漏咗落淡忌廉，而家就落翻落去啦。我哋而家就攪。嗱，我哋而家要將啲麵粉過篩落去。啪啪啪咁樣，我哋而家就到粟粉，都係同一樣咁樣倒落去過篩，都係同一樣咁拍落去。嗱，我而家咧就落咗蛋白落去，要攪到佢就起身，我哋就攪咯。記得打蛋白嘅時候，喺打到中間嘅時候先落糖，同埋天氣太熱嘅時候，記得坐冰水就做得好啲啦。嗱，我哋而家咧就2個一齊，記得要分次序咁攪。嗱，第一次先啦，記得只可以順方向攪先啦，唔係就會整到佢好唔好睇啊！180度，跟住就放落去啦。記得下面要放少少水，跟住就焗10分鐘。芝士蛋糕咁樣就完成啦，望下。